当年很火的帕拉鞋现在怎么样了？如果说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帕拉鞋的，看过来，认准美人头达标的才是正品。它是来自法国奢牌杜莎雷卢的鞋子，每双鞋都是私人定制手工款，来感受一下。打开之后呢，有一张售后的服务承诺卡，正品保证。每只鞋还有独立带 logo 的防尘套带，感受一下。哇塞，漂不漂亮？很经典 ，oversize 的版型，男女老少都能穿。皮料部分更是环绕到了孟加拉的纳帕小软皮，耐刮耐造，舒适又透气。你脏的毛巾一抹就干净了，防风防水。雨花石的鞋面。小金边的设计彰显整双鞋的奢华感 ,3.5 公分的跟高，格莱姆的实心发泡大底，上脚是软轻弹的脚感，内里更是加绒加厚的棉鞋，鞋口位置还加高了2公分，即便你在寒风刺骨的3-9天都能穿，足够你过冬了吧？喜欢吗？赶紧来找我。